前兩集，我們已經把一件事講清楚了。第一集，我們看到的是 AI 時代的舞台已經搭好。第二集，我們確認了一個更殘酷的事實：AI 放大的不只是能力，而是一個人的人格結構。所以來到第三集，我們必須面對一個無法再逃避的問題：在 AI 時代，一個人到底要靠什麼走完一輩子？教育為什麼必須回到第一性原理？如果你把所有表層問題都拿掉，你會發現教育真正要回答的，從來不是學什麼專業，會不會某一項技能，追不追得上風口。真正的第一性問題只有一個：這個人能不能持續學會，不是某一個階段，而是一輩子。作為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曾經非常清楚地說過一句話：未來人類最重要的能力只有一項，學會學習 Learning to Learn。這句話聽起來很像一句老掉牙的勵志雞湯，但在 AI 時代，它不再是情懷，而是生存唯一的閘門。所以這一集我想做的不是重複口號，而是把這句話拆解成一套可以長期運行的系統。如果 AI 是人格放大器，那學習能力就是它的輸入端，而教育真正該做的不再是灌輸內容，而是為一個人安裝這套學習操作系統。第一個模組是內在動機。如果一個人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學， AI 只會把它變成效率更高的指令傳遞員。就像我們看到很多孩子一離開學校的考試範圍，就不知道該讀什麼書，該問什麼問題。這不是能力問題，而是內核缺失。第二個模組是結構化學習能力。在 AI 時代，你真正要練的不是記憶量，而是三件事：能不能拆解，能不能歸納，能不能遷移。這也是為什麼死記硬背在今天已經沒有意義。你要練的不是背下來，而是像搭積木一樣，把碎片知識搭成自己的大樓。而結構化能力說得更具體一點，就是當 AI 一口氣給你100條資訊時，你能不能一眼看出哪一條是骨架，那99條只是廢話？這就是 AI 的大腦和人類大腦之間唯一不可替代的差別。第三個模組是情緒韌性，因為 AI 會放大成功，也一定會放大失敗。當 AI 1秒鐘生成的東西比你努力3天還好，你能不崩潰嗎？你能不能把它當作隊友，而不是敵人？這才是真正決定你能不能持續學下去的關鍵。為什麼學校系統很難做到？問題也正出在這裡。傳統教育系統是為工業時代設計的，它訓練記憶，追求標準答案，壓縮個體差異。結果是很多人學了10幾年，卻失去了自學的能力。所以現在答案其實已經很清楚了。在 AI 時代，教育必須回到它的第一性原理，不是多教一點內容，而是讓一個人重新學會如何學習。第一集，我們看到舞台已經搭好。第二集，我們知道人格會被放大。而這一集，我們終於走到最關鍵的一步，決定你能不能站在 AI 時代舞台上的，不是你會什麼，而是你還能不能繼續學。如果你也覺得現在的教育系統正在失效，歡迎在評論區留言，說說你認為 AI 時代最該教給孩子的一種能力是什麼。我們一起來修補這套系統。